哇！我哋星日中國遊又出超筍田啦！今次呢重本包埋門飛，睇馬戲、行動物園。今次呢又由我帶住大家出發睇下先。咁我哋旅行社平時平均每日嚟講最少3個團出發。今次同樣集合嘅話，都係羅湖口岸以及深圳灣口岸接大家上車。咁我哋中午之前就到達常德長鹿旅遊度假區。有得食有得玩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出發。哇！咁快我哋到咗啦，我門票我哋已經為大家準備好啦，依家我哋直接入去玩得啦。咁我哋先第一站先食翻餐好嘅先。我哋先試下呢個順德風味宴，例如呢度嘅3杯鴨真係味道一流，然之後順德鯽魚羹。食飽咗之後都仲想飲多碗。依家食飽飯之後，即刻去參觀我哋嘅重頭戲，睇我哋嘅馬戲表演。咁馬戲呢由多國精英組合而成，有俄羅斯啊、烏克蘭啊、古巴啊等等啊，好多外國人演繹嘅，好精彩。見佢哋由高空跳落嚟表演，睇到都非常之驚險，真係非常之佩服佢。小丑都有好多互動，成個睇落嚟1個鐘都冇一個差評啊！好，大家睇完大馬戲之後，非常之滿意之後，其實長鹿農莊仲有一個超級大嘅動物世界，然之後入邊呢有長頸鹿啊、獅子啊、老虎啊、大熊啊，然之後大笨象啊等等啊都有嘅，大家跟住嚟一齊行啦。例如我哋長鹿休閒度假農莊，除咗有我哋嘅馬戲睇完、動物園參觀完之後，仲有好多遊玩嘅設施，靠大家自由行去參觀。咁參觀埋之後呢，我哋順德美食呢亦可以留大家呢喺度自由發掘。咁呢到咗天黑之後呢，我哋就返酒店。咁我哋酒店附近都有南非順美食，靠大家自由發揮㗎啦。例如話咁快，我哋就翻到酒店啦。我哋酒店，哇！見到呢個酒店規模非常之大，我哋酒店呢都為大家提供咗好多娛樂設施。睇下我哋酒店有咩玩先。好，我哋房門正對住呢個恆溫泳池，咁我都嗱聲去換翻件衫呢過嚟遊翻一轉先。然之後夜晚呢仲可以曬個月光浴，坐喺呢個沙灘椅上面感受。咁隔離呢就係養生泡泉，舒筋活絡，全都可以免費使用嘅。咁我哋其他樓層嘅話，仲有我哋呢個健身房，如果想去健身做 gym 嘅朋友，都可以自由前往6樓。好，我哋到咗酒店之後，睇下我哋為公司安排咗大家嘅雙床房係如何嘅。例如我哋入嚟之後，標準嘅雙床房呢乾淨企理，哇！我哋呢個雙床房嘅酒店呢床樣都非常之舒適，而且啲隔音又好。呢個我哋成個行程嘅標準嘅雙床房，而有團友需要，我哋都可以免費升級大床房，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浸完養生池可以一覺瞓到天光，真係好舒服。咁早上起床刷完牙，洗翻個面，食翻個自助早餐先。早餐種類同樣非常之豐富，跟住我哋嘅鏡頭睇下有啲咩食，大家唔使客氣啊！我哋公司為咗匯聚各位新老會員，重磅推出咗超級嘅各種優惠。同時嘅話呢，特別準備咗一個長線推介會，咁呢我哋嘅重磅福利即刻開始，可以留意翻。只要7月1號到8月31號之間完成行程，並且等我哋公司 APP 上線之後，首次到門店下載嘅時候，即可以領取50蚊現金。有興趣快啲過嚟啦！咁講完咗我哋嘅福利之後，我哋食翻餐午餐先。我哋嘅午餐菜式都相當豐富。食咗個午餐之後，我哋再行埋個達仁堂，我哋今次嘅行程就圓滿結束啦。星日中國遊，我哋玩到夠，飲飲食食。7月1號到8月31號期間，我哋星日中國遊推出重磅福利，只要完成任何一個行程，並且到線下門市黃大仙新光中心258A首次下載本公司 S， 即可以領取50蚊現金，必須本人到場，唔可以代領。